可以介紹下自己啊？ Hello，我名叫陳淑party，我今年36歲，我呢做飯，我有2個小朋友，一個女15歲，同埋一個仔7歲。我喺巴拉斯蘭豐人嚟，我嘅身體有151個，我嘅體重有65公斤，我想而家喺我是豬豬肉，我以前做嘢喺馬來西亞2年2006年到2008年，同埋喺新加坡3個月7月到10月2024年。我嘅老闆係中國人，我嘅老闆係馬來西亞3個人，弟弟先生同埋照顧小朋友。喺新加坡6個人，弟弟先生同埋4個小朋友。我識煮餸、買餸、清潔屋企、照顧小朋友，喺馬來照顧老人家。喺我會勤力做嘢，禮貌老實，唔會博取。我希望弟弟先生請我，唔該晒弟弟，唔該晒先生喺香港再見，唔該晒 ma'am。你之前喺新加坡3個月係點解會完咗㗎？點解會3個月就完咗㗎？因為搬屋企喺中國大陸。OK，好，僱主搬咗翻去大陸。好，咁你之前，但係佢有4個小朋友，嗰4個小朋友幾多歲？13歲、13歲、6歲、4歲。OK， OK，你識煮中國餸，你識煮啲乜嘢啊？我識煮餸咩？做麵、做菜、做蒸豆腐、蒸魚、炸雞、同埋果凍。好，你點解會想嚟香港做嘢啊？因為我我有搵到啲錢俾讀書同埋喺屋企。OK，好，俾小朋友讀書。好，咁 OK 㗎啦，thank you 晒，唔該晒。唔該晒，ma'am。OK。